桃园航空上计划要拆下的唔单止係2萬戶人家，可能還有採提20人後的大筆桶。本地也係鹽田用嘅水務系統，因為農地路邊做耕地嘅筆桶也冇嘅灌溉功能。問題係天初嘅屯也筆桶屯下下，水裡面又會流一道下來呢。有清好嘅水質樣嘅桃園，對一個筆桶一早早本人屯下唔驚下，應該要用嚟做個好呢。水路的問題哦，灌溉的問題就做完了哈。有沒有想過哈？有新規劃哈？在航空上公正說明會上，有民眾質疑屯堤筆桶的後果會影響桃園的水準系統，因為它規則航空上計劃範圍度總共有24號大筆桶，它開發的過程可能會因為安陽廢堤也係屯堤。除了3口筆桶是在第3跑道用地範圍，這個是絕對無法保留之外，剩下的21口筆桶哦，那21口筆桶在環保署的環評委員，或者是內政部區域計劃的區委會的委員，都希望這些筆桶能夠保留下來。對筆桶順住所的看到比洋基講咯，其實也係筆桶主頭第3跑道範圍度，係3隻一定會屯堤的筆桶其中一類。本單照內政部的計劃，筆桶並冇納入其他證書的範圍，我也對筆桶單單係私人呢。包含桃園農田水利費在內，有一道筆桶的梯柱綁條，因為筆桶梯未算係農地，冇理由本政府摸堤變做公開。喺地位度呢，水利費的土地就是133甲的土地，啊，縣政府呢，了讓內政府的公告，用水利費的筆桶啊，甲8甲的土地，來做販賣做公然筆桶啊，還冇參加分配，啊，電視講冇收。水利費8甲的土地啊，喺水利費邊咪多去呢？整個它的周遭的農地都已經變更為都市發展用地了。那麼這個筆桶是不是有沒有它的一個灌溉的功能？那這個可以做一個討論。那環評委員跟區委會的委員，既然希望這些筆桶能夠保留下來，所以我們就把它規劃為這個公園用地，規劃為公園用地來參加區段徵收。注意版認地筆桶是有灌溉功能，冇辦法去農山咩做唔得屯堤，使用率當大，一般人唔可以買賣。如果對參加嘅其他證書過後，頭擺冇人買賣嘅筆桶開始有人炒作。桃園太陽路作業附近呢，單單係買賣航空上農地充嘅廣告，因為地價驚喜，物價咪停停飆高。為什麼房價飆那麼厲害？就是因為它土地取得成本非常的高。那現在民眾所關心的，包括現在要做航空城，包括很多捷運站的站體的一些開發，那民眾很關心，就是說土地呢一而再再而三被炒作，甚至民眾很關心那個皮塘，就所謂的池塘，有沒有炒作得非常的厲害？那有些池塘到目前為止移轉了2、3次，甚至有縣政府的一些長官帶頭在炒。在安泰的都市計劃呢，可以講是全國芒西有史以來最大的土地開發案了哈。但是呢，認為在推行的過程當中呢，就情多弊端，變成很多呢政府官員、民意代表、財團炒地皮的一個最好的一個炒作工具，其實對整個土地的開發的公益性受了很大的一個打折。目前市價那麼高，人家是已經看到說，將來的一個發展性。那如果非必要的話，我們還是建議大家能夠保留你的農地來申請森林底價地回去哦，因為我想業者那邊大概算盤也都打得很精了哦，他出這樣子的價錢，他一定是預期到以後會有很好的一個價格。地方政府建議民眾盡量冇買地，免發現炒作農地還有筆桶的危機。面對未來極端氣候的發展，下一個時代可能會遇到搶水戰爭。人講係傳統志向的桃園，敢講是由屯筆桶起步嘅一個政策咯。係咪做得看行下嘢，先來規劃一清好水資源咯。8月初的時候，台北市新北市創下新的那個高溫39.5度，可是桃園縣在我們中央氣象局的，我們桃園縣一直都維持在36、37度。事實上，這個筆桶發揮它很大一個調節的功能。全桃園縣有1000多個筆桶，它發生很多能夠有調節氣溫。已經太多人告訴我們，水在下一個世代是不得了貴的東西，對不對？那你要有水，你就要有容納水的一個容器嘛，對不對？筆桶跟水圳是作為一個輸送嘛，那筆桶是作為一個
你就涵养水的一个容器嘛。假如我们有这个东西，就说明这是桃园县的未来嘛。受油冲笔筒了就全部算湿地嘛。你去讲哈，哪个地方湿地被征收了要开发，你都会出配的所在哈，就会攞給嚟扣出來。啊，樣情形照你啊樣做冇乜可能嘛，我都懂奇怪講，政府做事情嘅時間哦，都係要去考慮到嗰條條件嘛。喺講筆筒嘅現狀，灌溉水準最協幹，佢哋形成了一個完整嘅水文系統。照實體法嘅精神，政府其實做得用明智使用生態補償嘅運輸方式，囤汰以後筆筒，就業以後轉來，冇把筆筒嘅買賣變做一般嘅商品。稻米筆筒囤汰嚟，體價超高嘅，前筒指向嘅水文啊，未見殺錢唔轉來嘅。